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11月初6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呢，咱先来关心国内物价。最近这菜价、油价真侪物件拢起。根据主计总处发布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2.58%，这通货膨胀的警戒线已经小连续3个月维持伫咧2%以上，主要是因为气候的影响，国际能源起价也有关系。甲人家拣好一条一条装鸭仔算钱，店员无闲甲双手拢无法度停。最近因为进口年油、年粉拢起价，佮加上抓鸭仔抓伤也拢因为疫情起一届啊。业者早伫中秋节前就先调整一届价数。伊店内卖上好的原味旺来酥，原本6粒是180，调整了后变186。我们其实从6月份开始，我们的奶油的话是有调整10%，奶粉的话是调整应该说有涨价，涨到现在的话20%。纸箱的话，其实6月份应该说陆续都是一直有在涨，到现在的话也是8%。国内物价一直要起，主计总处发布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58%，虽然比9月有降0.04百分点，不过也是真悬的水准，维持伫2%以上的通膨警戒线。主要的原因都是天气影响到蔬菜、水果的价数，佮加上肉类、机票，也甲家庭用品的价数拢起，才造成的。受到天候影响，蔬菜跟水果的价格涨幅比较大，都超过1成。那还有油料费呢？因为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攀升，还有去年基数比较低，那也上涨了28.97%。那蔬果和油料费总共就影响总指数上涨了1.23个百分点。台湾目前最主要的通膨情况跟主要的国家一样，就是所谓输入型的通膨了哈，也就是因为主要央行的货币供给过多哈，那导致这些进口的原物料、大宗物资的价格持续攀升。学者表示，为今年3月开始到即嘛，台湾短售物价指数年增率都开始比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较悬，也就是讲两个的价数愈差愈侪，看得出来咱台湾有可能钱会变薄。一旦业者无法度个吸收成本的时阵，就会转到消费者的身上。到时阵，各项物件拢起的时阵，消费者的感受会真深。记者综合报道。因那为着防止物价继续起，财政部表示，2022年综所税免税额，根据估算，综所税免税额和标准扣除额会调悬4000，因那薪资所得和信心奖介特别扣除额调悬7000块。初步估计，全台湾所有综所税申报户大约有超过650万外户来受惠。物价拢咧起，财政部也送出减税力度，为明年开始，综所税免税额甲标准扣除额拢希望调整。明年综所税免税额有希望调悬4000块，由8万8调悬到9万2，70岁以上为13万2，调悬到13万6。标准扣除额共款调悬4000块，由12万调悬到12万4。配偶合并申报是24万8，薪资扣除额是为20万调悬到20万7。财政部每年都检视综所税各项指标，照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顶上摆起3%以上时阵，就会调整；为正税免税额起10%以上才去变动。综所税免税额甲扣税级距顶一摆调整是2017年，即马累计 CPI 起的幅度是4.03%，扣税级距顶悬也做出调整，为即摆54.101亿242甲453万，提悬到56.116 252。另外为产税、政府税免税额比顶一摆2009年调整，物价起的幅度差不多是11.09%，提悬为产税免税额到1333万，政府税免税额到244万。这摆减税初估有652.4万户有希望受惠，以一家4个人来算，相关营升15000字。财政部表示，因为物价起的幅度加4.5折，估算情形爱搁较真。今年12月会正式公告，综所税调整2022年上路，2023年5月就应报税，为正税是2022年开始就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甲观众朋友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
针对12月184项公投，国民党主张4个同意。不过，宜兰县长林祖苗昨是公开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无共调。伊伫咧议会答询的时阵表示，无安全就无上转，为着宜兰45万的这个县民的健康，伊反对重新启动核适发电厂。来看《中国时报》。2019年10月份，高雄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因为和妈妈讨无剃头钱，转摕家刀甲妈妈毒死，伊辩称讲家己有思觉失调症，唔知影家己杀人啊。这高法院认定讲，伊伫咧犯案了后，去网络查废死人名甲人权委员会的网站，佮打电话向媒体表讲家己有影有杀人，落尾无信伊的辩词，判无期徒确定。再来看《联合报》，即马国内新冠肺炎的疫苗充足啊，不过国人注射意愿颠倒变低。台大病院昨有开 AZ 甲 BNT 第1期和第2期注射的门诊，民众唔免透过1922的有药平台，会当直接向病院来注本。也那指挥中心昨晚表示，因为第13轮的疫苗有药拢无满，所以稳准全台湾的病院即马拢会当开放注射。再来讲，旧历过年大约有4万人会回来台湾，不过因为国内防疫旅馆这数量有限，指挥中心全决定讲，把检疫期变做10天大旅馆，4天踮厝内做检疫，这是互旅馆业者真不满。因讲让这4天房间让出来啊，不过生意真歹做。指挥官陈时中昨公开会室内强调，这是不得已的情形，希望大家多多配合。居家检疫通知书，麻烦您帮我填写做回传。防疫旅馆的柜台人员甲要入来大民众说明检疫相关的规定，因为新增按算会有4万的民众回来台湾，政府除了呼吁分配回来台湾，考虑防疫旅馆的容量无够，所以放量检疫是10天加4天，旅馆的部分是10天，4天改做居家检疫。不过，煞引起台北市部分业者的不满，甚至传出有业者无愿意配合，互人客检疫改做大10天。嘛有其他业者感觉讲，安尼让出来4天，根本就无法度去招人客。14天改为10天，对于防疫旅馆的量能提升上面来说是有限的，因为这4天的空房对于旅馆方面比较像是碎片式的空房，没办法去做有效的利用。那防疫旅馆的订房跟一般旅馆订房不同，缩短这4天，我想为了4天而赌上2300万人的这个健康跟卫生是没有必要的。唔那旅宿业者感觉真困扰，嘛有台商对官员讲叫大家新者分配回来台湾这个讲法是真不满。假如这个政府把我们当作家人一样去看待的话，就会去帮他安排好，而不是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台商，丢给了旅宿的业者。这个问题从去年就发生了，因为有风声讲，其实旅客甲检疫来大的时间，为14天改做是10天的防疫旅馆，都伫咧台北市。所以台北市府的态度嘛大真硬，强调讲未来若是有无要配合的业者，就会请伊退场。也那交通部讲，目前还伫咧转换期，会加强甲业者的沟通。在检疫的时程的一个缩短，那造成原来已经有预定旅社或者已经接受预定的旅社的困扰，我们表达歉意。那但是呢，这还是不得已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要让比较多的国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能够返回台湾来，大家一起跟家人能够相聚。但是中态度嘛有落软，为了新正叫大家分配回来台湾这件代志，造成民众的困扰来甲大家回室内。不过嘛强调讲，希望大家都要尽量来配合。若是主文检疫的房间有争议，按照消保法的规定来处理。另外嘛持续甲业者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核能发电的好甲歹，多年以来拢有袂少讨论。亲像德国是反对核电，不过法国支持，美国的拜登政府也较偏向支持核电。不过呢，即阵伫咧法国核废料坑台场的员工就表示讲，无论能源政策安怎样改变，即寡核废料拢着爱用一寡时间甲成本来去处理甲消化。
用拖拉机甲火车运来核废料伫层层的防护壁内底，由工程人员监控一桶一桶放伫这深僻地下500公尺的储存场。因为主要国家政府高层反对使用化石燃料，对发电来源的选择，佮转向核能发电。核废料储存场的苏莱纳迪地主法国超过70%的电力需求来自核能发电，对核电的需求程度排名全球第一。不过，另外一边的德国是反对核电，2025年废除核电时间特别到期。支持这一边认为，使用化石燃料发电增加碳排放对环境的危害是真明显。核能发电未有大排放问题，福岛核能灾变中显的几率也真低，这是国内支持核电重要论点。不过，环保团体指出，支持这一边无戏或者是有戏，无去讲核废料的后续处理不止开钱真济，就算未核灾，几万年的半世纪以来，拢辐射外射的问题。Les déchets, c'est une des questions centrales aussi qui sont liées au nucléaire, puisque en fait on se retrouve avec des déchets à gérer pour des dizain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années. Et forcément, ça pose des questions morales, ça pose des questions d'impact sur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de qu'est-ce qu'on lègue à nos générations futures. 对场内工程人员来讲，这都是因逐工上班爱面对的工作。Quel que soit l'avenir du nucléaire en France, aujourd'hui, environ 50% des déchets attendus dans CIGEO est déjà produit et entreposé en surface. Donc que la France décide de continuer ou non dans le nucléaire, il faudra de toute façon trouver une solution de gestion pour ces déchets les plus radioactifs. 在主要国家政府的鼓吹之下，减碳成做环保的新主牌啊，一切政策拢以减碳为最后目标。美联社报道指出，美国拜登政府都强烈主张，只要用减少甚至结束化石燃料使用，核能发电就是不得不做的选择。核废料处理过程时，甲核能灾变的风险，伫支持这一边已经无算什么。公司新闻徐家仁评论。来讲，中国国台办昨证实会甲强烈歹剃头的这台独分子实行惩戒，而且会追究规世人的刑事责任，包括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和外交部长吴钊燮等等，拢伫咧名单内底。苏贞昌呢，昨是伫咧立法院表示讲，伊无要接受这款的恐吓。这别国的吼，伊安尼。对咱台湾也毋捌甲一天，对咱台湾指指点点，我为台湾拍拼，这我应该做的代志，不受恐吓。足好笑的啦！伊其他的国家针对着咱的国家，来做出这尔离谱的惩戒，我不知道他是要惩戒谁。苏议长甲杨议长，也是咱的吴部长，拢是为着台湾的拍拼。根据国台办的声明，那入去名单内底，本人甲家属拢袂使入去中国香港甲澳门。苏贞昌表示讲，伊做伊应该做的代志，袂接受恐吓。也那立委陈登辉也讲，有真侪人也希望红入去台独名单内底，表示爱台湾受到中国肯定，感觉恭迎，感觉骄傲，希望苏贞昌继续加油。再来，咱来讲欧洲议会的代表团访问台湾的行程，昨最后一天因办记者会，法国议员古斯曼形容台湾是一座宝岛，因是来遮学习的，也讲欧明当伫咧找找适合式对抗假消息的中心，讲台湾是合理的一个选项。也那针对两岸即马情势紧张。古斯曼表示讲，欧盟甲台湾的互动，并唔是得甲中国刺激，是互台海更加安全。准拿台湾高照插人群，颠倒是增加战争的风险。欧洲议会代表团来台湾访问3天，就假消息攻击甲咱国政府机关抵抗交流意见。初五代表团出席记者会，带队的法国议员古斯曼代表致辞，形容咱台湾是一座宝山，因是来乌保的。即阵有看到咱台湾政府甲人民做伙对抗假消息，欧盟当咧找找设立对抗假消息的中心，台湾是合理的选项。Taiwan actually is today one of the most vivid, if not the most vivid,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So we came here, and I told it to your president, we came here with a very simple message. Taiwan is not alone. Which we really can learn, we can share our experiences.
代表团也当面甲总统蔡英文讲，台湾未孤单，有欧盟支持。立陶宛前总理现任欧洲议会议员库比斯，伊提起到立陶宛面对俄罗斯的威权干扰，台湾是面临中国的打压，处境真共。双方应该展开民主的年度对话。若是台湾甲欧盟交流是为双边投资协定，也甲欧洲经贸办事处改名这两大方向做起。The more we show we care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the least chance you have to enter into a conflict in Beijing. 对中国放掉制裁访台议员，古斯曼讲无得惊，强调欧盟是全世界上大的贸易联盟。讲起到两化情势这么紧张，古斯曼表示，欧盟甲台湾交流唔是向中国挑战，乃做鼓励台湾颠倒有战争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两化情势紧张，美国共和党有真侪议员最近提出台湾合作法案，按算呢要对2023年到2032年，特当补助或者是贷款给台湾20亿的美金，助战咱买美国做的武器。美国的海军部长戴杜罗也指出，中国是美国上界大的威胁，真若台湾去互中国放弃，会严重威胁全世界的经济。另外，最近有风声，中国伫咧2027年可能就会对台湾出手。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讲，会互中国解放军伫咧发动战争进程，考虑战争的代价。台海情势紧张，共和党作为议员提出台湾合作法案，对2023年到2032年每年提供台湾20亿美金的外国军事用资，也就美国经由补助甲贷款，协助台湾购买美国制武器甲防卫装备。也连带来要求修订武器出口管制法，何必台军售更加简单。不过，这项法案有资金附带条件，台湾必须答应做出甲美国相应的支出。这也展现美方对强化台湾跟美国安全合作一致而且跨党派的支持。中华民国目前我们的军备投资大概平均就是在20到30亿美金之间，他抓20亿美金的一个所谓的军援的一个额度，我想是一个经过精密计算的，也就是配合我们国防预算就装备投资的部分。美中维持竞争的局面，美方真关心两化情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测试讲，继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坦白讲，中国是上大威胁，若是中国接管台湾，会严重威胁全球的经济。China's intent to one day take over Taiwan, either peacefully or through military means, has the most serious impact on our economic security of this country and for the destabil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for that matter. So they are the pacing threat, and they are our number one threat that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美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2027年有能力迫使台湾谈判。国防部长邱国正切割表示，尊重各国专业的判断，同时强调国军有能力，也和中共在发起战争进前考虑爱付出的代价。国军进行备战目的在哪里？要让他发起武力战之前，要多方面考量，到底要不要付出的代价？这轮军事训练役役期只有4个月，不过随着两岸局势欠悬，立委关心延长役期的可能性。对此，邱国正坦白讲，役期是不是加长议会爱经过程序，确实有认真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讲，高雄城中城大楼火烧了后，经过半个月的梅合，头一批50户伫咧社工的帮助之下，开始搬离开大楼啊，即马准备要恢复正常的生活。因来针对城中城火灾事件，市府团队昨伫咧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哪赢的民意代表认为讲，但今卖就爱落台负责。大型家具对头下用机械吊落来，其他上工人用塞车带阿嬷来到邻近的社会主体，准备甲伊安顿落来。高雄城中城大火了后，即阵要7个人住院，除了部分生活自理困难，需要对接等照机构的住户，其他的住户对初五开始是陆续来搬走。一定会看看啊，这一栋也不能住了啊。所以也只有认命啊。他们会做移亲，那有些就是有找到我们协助用包租代管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的一个模式来协助。第一梯厝总共10户搬厝，下礼拜要2个梯厝。虽然住户即要重新来恢复正常生活，不过城中城追究责任也伫进行中。市府团队会报告议会做检讨报告，表示未来加强辅导稽查订定法规。不过国民党甲民进党阵营因为追究责任残疾这问题爆发争执。
消防、公务两位局长落台，要相关人员调集机构。国民党议员冤家镜头起向市长陈其迈，要求伊停职来接受议会调查。陈其迈是无回答这个问题。在高雄市议会组织调查小组的时候，你应该要停职接受调查。市长，请问一下，你愿意吗？很多的公安也好，消防也好啊，我们也会尽全力的来落实公安的工作，来保障我们市民朋友的安全。有议员讲，追究责任残及无够，也有议员认为，市府应该对经济甲社会弱势者居住超过一定比例，围绕的大楼变成有算做公安检查等，避免相关的悲剧再发生。社中小大会虽然已经过半个月期啊，不过围绕大楼的公安问题也一直炭烧。记者综合报道。有55年历史的高雄中都戏院，虽然已经停业30多年啊，不过一楼的市场有关正闹热。最近因为社中社火灾事件，中都戏院呢，伫咧做过鉴定了后，认定是危险建筑。高雄市政府昨有派人去断水电，准备要甲拆掉。不过大头啊，甲文书工作者是拢真不满。对不对？现在这边几摊要做，够绝啊！头家受气一直的透早单拢摆好啊，才互通知单伫围起来的范围内底，嘛毋知要围几工，根本无法度做生意。有55档历史的高雄中都戏院，因为后壁今年陆续放落来，内部天幕9月嘛大面积落落，红认定若有地动，恐惊会随时倒落来。市府5号派人来断水电，设围篱，准备要拆除大楼。所有权人要在那个11月2号之前要自行拆除。但是因为它时间已经过了，所以说，因为这栋建筑物确实是有随时都会有倾倒。市府以建筑法规定强拆，摊商所感觉伤寡，因为公告顶个月29号才打，8天后就要拆，唔拿影响附近摊商做生意。一楼市场内底早伫咧50当前就要使用权的摊商，即马大楼若要拆的话，等于使用权的合约嘛无效啊。我们的摊位的高度有立即危险，我们让它拆没关系，可是我们的高度没有立即危险。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使用，这是我们的买卖。干务局表示，安迪的问题会由都发局等单位甲摊商协商，因为中都戏院是高雄早期知名的建筑专家肖普做起的，结合戏院甲市场带动当地的发展。即马要听嘛，互文书工作者感觉真可惜，希望会使做相关的影像甲文书记录。研究或者是一些影像再现的部分，就包含像是用3D 雷射扫描仪去做完整的空间影像记录，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那也给我们文史工作一点时间能够赶快的来进行这个绘测跟保存。5号透早民代嘛关心同款的问题，希望保存中都戏院文书。市长陈其迈表示，会请局处协调，伫拆除进前做相关的记录，未来中建的时阵嘛会保留也是沿用原本建筑的风格，将历史意义留下。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写款，咱甲观众朋友到底来去看气象资料。在咧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在咧中部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再来，伫咧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33度；伫东部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金门、澎湖、马祖20度到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